我的牌仔担已经用甲会当再合理的重量。搁来，我所关心的是，要再写好，安怎莫互海水呛淡。毋过我无想介久，上大声，我甲船顶找会到的房仔拢铺伫牌仔顶，搁好好考虑我上需要的物件。我摕三骹海湾的箱仔，甲弄开，搁清空，然后加蕊落伫牌仔顶。第一骹箱仔，我加底食品，亲像讲芳、米、三底荷兰 cheese， 五底羊肉干，这我食真济，甲一寡剩的优酪肉切仔。这原本是饲船顶的鸡鸭仔，搭鸡鸭仔嘛拢无去鸭。船顶原本有寡大马含小马，但是真失望，我发现因拢已经互鸟鼠食去，也是土济去鸭。讲到酒，我有找到几若箱，迄是船长的，内面有几若间口石酒，才会我甲另外放。当底无闲的时，我发现海流在涨，随望海面平静，我看到我放伫岸边的外套、设子、含架仔，拢去互流走，这互我真懊恼。我收水上船的时，身躯简单穿到骹头有的底裤含长袜仔。自安尼，我着找一寡衫裤。船顶真济衫裤，毋过我简单拣几领目前需要的，因为我认为有搁较重要的物件，尤其是目唱工具。经过一群的敲揣，我找到一个目唱工具箱。对我来讲，这当然是上重要的，比规船的黄金搁较有价值。我甲工具箱蕊落牌仔顶，无时间加开来看，因为内面底啥，我心内知知。搁来，我关心的是火药含武器。大仓房内面有2支真好的蜡枪含2支手枪，这我交替。搁摕几支装火药用的角筒含一小地枪子，搁2支旧的生鲜的剑。我知船顶有3桶火药，但是毋知炮手甲迄放伫倒位。小看找一下，我就发现着啊，其中2桶枵哒哒会使用，第3桶已经失去啊。迄2桶含武器，我甲搬到牌仔顶。这时，我感觉牌仔顶的火已经差不多啊，就开始思考着安怎甲这个运上岸。因为无篷、无桨，搁无带，小可风就会破坏我的航行。我有3个好彩头：第一，海面平静；第二，当底烦恼，海水流向海岸；第三，微微仔风吹向陆地。自安尼，我搁找到2-3支属伫小艇转去的桨，搁有除了箱仔内的工具，我搁找到2支机仔，1支捕头，搁1支蛤仔。载遮的火，我就出发向海岸。我的牌仔伫头先一摆行甲不止啊顺势，简单小可偏离我昨昏登陆的所在，这互我意识到，这所在的水流向岸边的一个方向。我想，附近可能有溪也是河。我凡说会使甲牌仔驶到遐，利用做货物上岸的港口。代志甲我想的同款，伫我面头前出现土地的空隙。我发现海流直直灌对遐去，自安尼，我尽量引导牌仔行伫水流的中央。毋过，伫遮我险搁拄到第2摆的失事。假使安尼，我定着伤心甲要死。代志是安尼，因为我对海岸无熟，牌仔的一头起犁着沙地，另外迄头无。自安尼，我的火险就规个侧向浮水迄头。流落水，我尽全力顾骹只拼启动遐个箱仔，互因留伫原位。毋过嘛无法度甩动牌仔离开沙地，我挡伫遐毋敢震动，简单是拼命挡牢箱仔。安尼经过将近半点钟，一直到继续在中的海流甲我小可扑悬，我的牌仔才搁浮起来。我紧顾桨爬向溪道。
搁爬向较悬的所在。落尾，我发现这是一条小溪的入海口，双边拢是陆地，海流涨甲真凶。我看双边，要找通靠岸的所在，我无爱使伤入去，因为同时阵我嘛希望会当注意海上过往的船只，所以我决定尽量甲家己留伫我海岸的所在。